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午安。今日生活語文頻道要同大家講嘅就係香港嘅神秘符號花碼。花碼佢源自於蘇州傳統嘅數字系統，主要係用嚟標示價格。喺香港開埠嘅時候已經存在，但係而家只有越嚟越少嘅地方可以見到佢哋嘅蹤影。花碼有別於我哋一般所使用嘅阿拉伯或者羅馬數字，主要會應用喺商業嘅領域，例如一啲舊式嘅賬簿、發票、買賣嘅標價都可以見到花碼嘅蹤跡。花碼嘅表示方式比較特別，佢係分開上下兩行，上行係數值，下行係單位，好似圖中嘅例子咁樣。左邊嘅係表示85蚊，而後面嘅就係7個半啦。喺70、80年代，香港街市主要係用花碼去標價同埋記賬嘅，直至去到80年代初，慢慢被阿拉伯、中國數字取代。而家已經好少攤檔會用花碼標價㗎啦。圖片上你見到嘅係深水埗美荷樓嘅41冰室，呢一間餐廳，佢喺裝潢上面用花碼標示咗70、80年代香港紅極一時嘅歌手林子祥先生嘅數字人生。藉住呢一個機會，將呢一個就快喺香港消失嘅神秘符號花碼，令到更多人可以認識。唔知各位同學喺日常生活裏面有冇見過花碼嘅存在呢？如果有嘅話，亦都可以嘗試下去睇下到底佢代表嘅係乜嘢數字。今日嘅生活語文頻道到此為止，再見。